来乡亲啊，这礼拜六就是冬节，营养师建议食圆仔就要细脆豆豆仔食，圆仔汤会当搭配着老姜甲红枣，安尼有温补的效果。 冬节是节气内底上冷的一天，真侪民众拢会食一碗烧好的圆仔来配合流摆。不过圆仔的卡路里真高，食4粒有包含的甜圆仔，或者是5粒咸圆仔，就差不多是一碗白饭的卡路里。后山高龄患者含高脂病患者。 爱食过惊，或者是大概将近40颗的小汤圆的话，就相当于1碗饭的热量，大概280大卡。大粒 QQQ 的圆仔看起来真好食款。营养师提醒，市面上圆仔主要成分是猪皮，歹消化，建议在时莫食伤大脆，较袂见到，食量嘛爱赞。那要记得桂圆、红枣、枸杞，它也是属于水果类，所以要跟正餐的水果去做替换。 小圆仔食落饱，爱加注意卡路里含钾关系，都较袂食甲拍歹身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